呢幾年咧，好多香港嘅朋友仔咧，就係同我講，有做生意嘅老闆，有買開樓嘅投資者，有炒股炒咗十幾廿年嘅人，甚至連一啲行內嘅專家都走嚟同我講翻同一句説話。哎呀，方神呢幾年咧個市咧非常之差，非常之奇怪，唔知點樣做好。以前咧最穩陣嘅嘢亦都唔再穩陣啦。覺得保值嘅資產咧，亦都唔保值啦。以前覺得咧跌得多咁就買啲啦，點知就越跌越多買啲大公司覺得安全喎，啲大公司咧長期都冇起色嘅。咁以前覺得買樓買藍籌收息買銀行股地產股，就算唔發達都唔會錯得好離譜嘛。但係呢幾年咧好多人開始發現一件非常之恐怖嘅事，就係原來最穩陣嘅方法咧，可能先係輸得最多嘅方法。以前覺得買高息股覺得想收下利息啫，點知個本都冇埋。買啲藍籌股，以為自己買啲安全啦，咁你越跌越多諗住執下啲平貨，買下啲股票點知原來一浪低於一浪。咁你等反彈，以為個市總有一翻嚟啦，一彈佢又沉翻啦。所以咧，我覺得咧，大家咧可能今日咧非常想知道嘅問題咧，其實唔係邊一隻股票會升，而係想知道點解以前用開嗰套嘅投資方法完全唔 work 啦。咁以前嗰套傳統嘅方法咧，點解突然間唔 work 咧？你唔先搞清楚呢個問題咧，俾你幾多股票號碼都係冇用噶啦。因為咧，你沿用舊世嘅方法咧去買新世界嘅資產咧，你用地產年代嘅安全感去面對 AI 年代嘅現金流，你用收息年代嘅邏輯去面對重新估值嘅市場。以前舊嘅方法咧，喺今時今日咧已經完全唔 work 啦。所以呢條片咧，我唔會一開始同你講咩股票號碼嘅，因為講股票實在太簡單啦。真正難嘅係教你點樣睇清楚呢幾年到底變咗啲乜嘢。好多朋友仔咧話：哎呀，方神我呢幾年好努力但係越努力咧就越大鑊咁點算好啊？好多努力嘅人可能睇新聞睇 YouTube 唔知跟其他唔同嘅導師去學習咩都試下，但係最後個答案咧就好殘酷嘅，即係其實唔係你唔夠努力而係你輸咗個方向。你今日睇到好多嘅資訊，第一你冇辦法分辨呢啲資訊啱定錯。邊啲係真嘅，邊啲係假嘅，邊啲係流嘅，邊係堅嘅，邊個有料到，邊個冇料到，你哋可能都分唔清楚個股票世界應該係點，依家個市況係點樣。可能你一打開個手機，反而資訊太多 AI 嘅消息A 股港股美股政策業績減息IPO 一紮嘅信息俾你，有地產咁，你聽到 AI 要升但係你又唔知買啲乜嘢。咁點解你唔知買咩？因為AI 嘅股票香港係好少嘅啫嘛，都去晒 A 股啦，都去晒美股啦。咁你點樣可以喺港股度揾到呢？所以其實有一套全新嘅投資系統應該要出現噶啦。如果係港股，佢個含量係唔同咗，咁我後邊咧就講解俾你聽點解唔同咗。依家同以前其實係有乜嘢嘅差別呢？我哋有一套好核心嘅判斷，就係2026年之後。其實投資市場已經唔係話一套舊嘅方法去打天下，因為世界已經係有3個唔同嘅戰場。第一個就係美股，買嘅唔係平啦，係買緊全球嘅定價權。咁 A 股咧唔係買咩長期安全感嘅，係買啲主線政策資金硬件嘅嘢。咁港股其實佢係唔單純係平嘅，因為佢係用一種重估嘅理念，佢好多係應用上邊嘅嘢，而唔係硬件佢又冇定價權啦。所以有3句說話你要記住，就係 A 股咧係睇主線彈性，港股咧係睇資產重估，美股咧就係睇定價權嘅。咁所以你用港股平嘅模式去買美股，你就永遠覺得哎呀啲股票越嚟越貴啊！用美股長線思維去買 A 股咧，你又可能一路坐，你又唔知點樣坐到幾時。特別係你喺港股嘅時候，你都唔知可以買啲乜嘢，好似買乜嘢都唔啱咁樣。咁你一買咗啦，哎呀，你打邊一個市場，用乜嘢嘅規則都冇搞清楚嘅時候，點樣有一本說明書去炒股票或者你做投資呢？2020年之後呢，香港人呢唔係輸喺唔努力，而係輸喺仲相信舊時代嘅安全感，買樓買鋪買藍籌創業收息，
好多以前咧好似穩陣嘅選擇咧，呢幾年咧全部重新定價啦。咁2020年之後咧，香港嘅舊安全感咧就會被重新定價。嗱，樓跌啦，藥鋪啦，股被震動啦，創業好難啦。住宅咧樓價咧喺2021年嘅高位咧已經累計跌近30%啦。咁鋪約咧2025年前嘅11個月咧，零售銷售值咧即係微升。但係銷售量仍然下跌，咁股票咧震盪啦，咁港股咧唔係冇機會嘅，而係舊打法失效咗啦。創業更加難啦，做生意咧、做投資咧、守現金流咧，全部都係變難啦。你會發現咧，啲鋪寧願空都唔會減租嘅，咁個原因係啲咩？啲鋪位唔減租，咁因為佢哋係有借貸噶嘛，佢哋個借貸力嘅估值係以佢嘅租金去核算嘅，所以佢一減租咧，佢可能要補錢嘅。咁所以佢梗係唔寧願補錢，佢寧願空置喺度都唔願意減租，就會形成個惡性嘅循環啦。啲鋪位就一路就放喺度，空置率就會越嚟越高。咁啊，呢個咧就唔係個別人嘅失敗，而係整個舊財富模式嘅退潮。好多嘅富豪二代、三代、四代咧，呢幾年之間咧，全部都破產㗎啦。咁咧，我唔係嚟拍啱把嘅，我係將成個市場拆開咁樣俾你哋睇，唔係教你點樣跟風，係教你點樣去建立呢個判斷。所以你今日咧唔需要相信我咧，即係需要檢查一件事，就係我有冇將你以前睇唔到嘅市場咧講得清楚咗。咁3個市場視角就係 A 股、港股、美股。咁3層嘅能力就係主線、資金同埋證據。咁啊，我有2套系統啦，一套就係點金勝手嘅2026啦，一套就係穿越者嘅投資理論。咁真正嘅值錢咧，唔係下一隻股票，係真正可以睇得明市場嘅能力，唔係你差嘅，係舊方法已經失咗效啦。咁舊方法咧，可能你聽朋友嘅消息啦、財演嘅推薦啦、低 PE 嘅迷信啦，跌得多就買啦。但係新嘅市場咧，我哋要睇主線、睇資金、睇證據、睇風險，呢啲方法咧就喺市場入邊咧越嚟越危險嘅。咁啊，2026年咧反而係最好嘅重新開始嘅時代。咁有錢人咧要重新學，普通人咧亦可以重新學，大家就同一條起跑線啦。咁下一輪咧就唔係俾年資啦，係俾更新速度。舊方法失效咧，門檻反而係下降咗，資訊咧唔再優勢啦，判斷先至係優勢。依家咧唔係太遲，亦啱啱好2026年係最好嘅時代。咁啊，港股唔係死咗啦，係資金咧更加挑剔，唔係淨係睇情緒啦，就睇成交、IPO 資金嘅入口。2026年前5個月咧，平均每日嘅成交咧係2753億，新上市公司咧62間，IPO 嘅集資咧係1668億港元。港股唔係冇錢嘅，而係資金咧選擇咗值得重估嘅地方。恒指咧唔係由簡單由50隻變成100隻，100隻係個終點嚟嘅。真正要睇清咧，50隻屬於邊一個嘅時代，改革係幾時開始？今日實際係有幾多隻咧？喺2020年嘅時候咧，正式擴展到50隻嘅成分股。50隻嘅恒指成分股咧，主要係由呢個階段開始被市場記住。可能幾年前大家有個共識就係，恒指有50隻。咁去到2020年嘅時候咧，其實係有52隻。咁50隻咧，其實維持咗好多年都冇變到嘅。咁係第一次喺2020年咧，首次再擴充啦。咁去到2021年嘅3月1號咧，恒指改革嘅結論公佈就係由22年嘅中已經達到80隻，最終其實係固定100隻嘅。咁2026年嘅5月29號咧，有90隻嘅成分股。咁啊，亦都唔係官方最籠統嘅説法，100隻係90隻啦，依家可能有90幾隻啦。但係終極嘅目標咧，短線嘅目標係100隻嘅成分股。咁所以結論就係50隻嘅恒指成分股咧，係由2021年至到2020年嘅舊印象嚟嘅。去到2021年之後咧，進入咗個改革嘅擴充期。今日官方嘅數字咧就係90隻，100隻咧係終極嘅目標，唔係現況。咁啊，恒指改革嘅核心咧，唔係加股票，而係修正咗嘅代表性。咁香港市場變大變多元，50隻嘅結構咧已經唔足以代表到整個市場啦。以前咧個總市值覆蓋率咧喺2016年嘅年底咧係65%，去到2020年嘅時候咧係59.7%。咁有咩效果咧？就係少數嘅巨頭主導嘅舊結構集中度係比較高啲嘅以前。咁
咁新嘅經濟崛起咗啦，科技、消費、醫療嘅重要性上升咧，50隻咧已經係唔足夠噶啦。香港市場嘅結構咧係比以前咧更加複雜咗，所以問題唔係50隻太少，而係舊結構咧越嚟越唔可以代表到香港嘅市場。咁恆指改革嘅本質咧係一次對香港市場代表性嘅重建。咁啊，依家睇恆指咧，其實要睇3件事嘅。第一就係睇個成分，第二就係睇權重，第三就係睇佢個行業結構。咁你要睇晒呢3樣嘢，你先睇得明恒生指數嘅走勢係點樣。咁現時咧有90隻嘅恒指成分股，目標係100隻。第二就係每一隻嘅股權上限係8%，所以就可以避免咗1兩隻嘅巨頭完全主導到個指數。咁行業結構咧就係7大嘅行業組別嘅選股：金融、資訊科技、消費、地產建築、公用電信、醫療保健、能源嘅原材料工業綜合企業。另外咧有20至25隻嘅香港公司咧成為咗成分股嘅代表。咁今日嘅恒指咧唔再係少數藍籌嘅影子，係更加分散、更加均衡、更加接近香港大型市場嘅平均值嘅基準指數。港股真正嘅機會咧唔喺指數上面，喺個重估上面。港股嘅核心咧唔係平咗，而係平咗之後咧有冇重估嘅理由。咁低估唔等於會升，平咗咧亦都要平更加耐。市場咧點解依家願意重新再睇呢啲股票呢？重估先至係你真正想揾嘅。咁南向資金咧就開始改寫緊港股啦。港股咧其實越嚟越唔係淨係俾香港自己玩嘅市場啦，因為中國內地嘅南向資金咧持續流入喺香港市場。2025年嘅南向日均成交咧係1211億港元，大幅比2024年大幅增加嘅。咁南向嘅資金咧聚焦喺科技、互聯網、半導體、生物科技、新消費，所以資金結構變咗，我哋嘅打法亦都要變啦。A 股、港股、美股係3個完全唔同嘅戰場嚟嘅。A 股咧就係炒主線快熱，佢嘅輪動會更強。港股咧就係炒重估折價、重估資金再承認。美股咧就炒全球嘅定價權，全球嘅龍頭高估值定價權，所以同一個方法係唔可以打3個市場嘅。咁現時咧港股最值錢嘅能力咧係重估判斷力，平咧唔係賣點，重估先至係一個引爆點。錯誤嘅思維咧就係睇到平就買，低 P 就覺得安全，跌好多就想鬧。咁啊忽略咗背後嘅原因啦。其實真正要問4件事。就係點解佢平咗？佢有冇新嘅證據？有冇新嘅資金承認？有冇重估嘅理由？港股唔係唔可以賣平，問題平係因為佢錯殺啊，定係因為市場根本唔信佢啦？咁一隻港股平，我都未必會買嘅原因係啲咩呢？平即係個起點，重估先至係交易嘅理由。所以普通人呢，以前常用嘅錯法呢，就係 P 低跌得多。睇落嚟好平，覺得佢遲早反彈，咁呢啲已經係常見嘅錯法㗎啦。咁咧，我4個判斷就係點解佢平呢？佢係錯殺啊，定係基本面變差咗呢？有冇資金重新承認呢？重估嘅理由係唔係已經反映呢？咁判斷嘅結論就係平唔等於可以買，冇資金承認呢，故事呢只係故事，冇重估嘅空間，低估呢只可以係個陷阱。咁啊，只有錯殺承認未反映先至值得研究嘅。所以港股最危險嘅，佢唔係貴，而係你以為平就等於安全，但係佢可以越嚟越平。A 股嘅打法咧就係題材唔等於主線，漲停咧唔等於龍頭。真嘅主線咧必須要符合5個條件：第一就係產業邏輯，佢有持續性；第二佢有政策支持，有方向性；第三資金承認有持續性；第四就係板塊嘅傳導有擴散性；第五就係龍頭確認有辨識度。你捉得住主線先至食到主升浪，咁你追逐到嘅題材只會被輪動咁樣收割。點解你錯完一次又一次，錯完一次又一次？因為你個方法係舊方法嚟嘅，依家要用唔同嘅方法打新嘅市場。咁美股嘅打法呢？美股就唔係一個平嘅市場，佢係一個強者主導嘅市場。咁就係問核心嘅定價權係啲咩？
你用一個錯嘅打法去打美股嘅時候咧，你會揾唔到平嘢嘅，你只會揾到好強嘅股票，但係佢可唔可以越嚟越強？所以成個邏輯點係唔同嘅。你港股你諗緊佢平係因為佢錯殺咗，但係你揾到好多好平嘅股票，但係佢都係冇用嘅。咁你喺美股嘅時候，你就揾到好強嘅股票，你覺得佢貴，但係佢越嚟越貴。咁啊，全球嘅龍頭啦，行業地位可唔可以被替代啦？定價權啦，產品同服務有冇定價權？現金流，佢自由現金流係咪持續增長呢？第四就係佢增長配唔配得上嘅估值咧？未來增長可唔可以支撐當前嘅估值咧？喺美股嘅市場就係獎勵強者，懲罰一啲平庸嘅。咁期貨股票價值投資點樣揀呢？冇最好嘅工具，只有你適合嘅戰場。第一就係期貨，佢更加紀律啦，佢有槓桿高、波動大、機會快、風險亦都快。佢適合咧就係有技術、有紀律、可以嚴格執行止損嘅人。股票咧佢就更加有節奏、有波動啦。你喺波動揾到個節奏，主線入邊揾機會，咁你可以判斷到趨勢，可以跟隨到資金嘅人咧就係適合嘅對象。咁價值投資咧就要更加有耐心啦。你一係就喺個低估裏邊揾價值，然之後喺時間裏邊等個報酬。咁你適合啲有耐心、可以承受波動、相信企業長期價值嘅人。所以咧，投資嘅第一課咧唔係話揀股票，係睇清楚你自己，你想要啲乜嘢。如果你個投資有3年嘅閒置資金，你就要做價值投資；或者你只有3個月嘅錢去用嘅，你就可能要選期貨。或者你要係短炒股票做波動，第一樣嘢就係你先了解你係邊一類型嘅投資者，先唔會揀錯打法。你譬如有短線交易型啦，追求短期波動嘅快進快出啦，呢個就要具備技術、紀律同埋嚴格止損。咁第二種就係波動股票型，就係你揾主線、揾趨勢，做一個中短線嘅短炒。咁你可以判斷到個趨勢，對資金要有一定嘅理解。第三就係價值等待型啦，你就揾一個優質嘅公司，點樣去長期持有呢？咁你耐心去研究有咩逆向思維呢？你就可以揾到啲10倍股票啊、5倍股票啊。第四種就係新手嘅重建型啦，就係你先學習再出手，你可以用小資金去試錯，咁你就要具備一啲知識、系統同埋風險嘅控制。咁如果你選錯咗個打法呢，就你比揀錯股票呢更致命。咁因為你可能你嘅閒置資金係3個月嘅，但係你做咗一個應該係價值投資嘅股票，佢係3年5年嘅，所以會出現好大嘅問題，就係你買咗嘅股票好快，你3個月升咗3成啦，你賣走，然之後佢升10倍，因為你從開始嘅時候個邏輯就係錯咗嘅。有咩風口呢？第一個就係 AI 供養嘅系統啦。咁 AI 咧其實唔係佢個 app， 佢係一套嘅新工業系統嚟嘅。首先由晶片啦、伺服器啦、數據中心啦、液冷啦，再電力供應啦、UPS 嘅配電啦，去光通訊啦，再去到能源基建。所以普通人咧，可能佢就係見到AI 係一個聊天可以問佢嘢、答問題嘅嘢。其實投資嘅高手咧係睇邊個俾 AI 去供氧氣啊。咁其實就係要睇到呢8大嘅風口，其實就係第一個嘅風口。所以我哋揾股票咧，可以喺呢8大板塊裏邊去揾多啲短炒嘅股票。咁啊，香港咧其實係承接住中國嘅 AI 資產。港股咧唔止係一個老經濟，其實佢喺個新嘅港股咧，其實可以慢慢換緊血嘅。香港係由 AI 嘅代理股走向更加直接嘅 AI 資產定價。第一就係 AI 價值鏈嘅公司，從上游研發到下游應用，整個 AI 浪潮嘅受益者。第二，模型公司，大部分模型公司咧，佢會持續演化，帶動 AI 嘅能力邊界擴張。第三就係半導體。算力需求嘅爆發，核心嘅芯片同埋先進嘅製程受益。第四就係數據基建，數據中心、雲計算同埋網絡，構建 AI 時代嘅基礎設施。5就係智能嘅硬件 ，AI 終端同機械人嘅硬件開啓智能化嘅新週期。第六就係企業服務，你會發現咧，大部分嘅香港公司佢以應用為主嘅。佢冇好似 A 股嘅硬件，亦都冇美國嘅定價權，佢係一啲嘅提供服務為主嘅公司。所以真正值錢咧，唔係 AI 嘅故事，係邊個開始獲得市場嘅直接定價權。咁從內卷估值走向全球嘅授權啦。咁
咁中國醫藥咧都係有機會嘅，而唔係集採後嘅反彈。ADC 啦、腫瘤藥啦、減重藥啦、BD 授權啦、全球嘅藥企合作啦、研發價值重估，真正重估咧唔喺故事入邊，而係全球嘅藥企願意去付費。中國生物醫藥對外嘅授權交易金額係2025年係有1377億美元。咁香港嘅新金融咧唔係炒幣，係制度化。真正機會咧唔喺賭博，係金融基建嘅重估。我一路都係講緊重估。穩定幣、RWA、跨境支付、鏈上結算合規嘅牌照、金融基建。穩定幣嘅發行監管制度已經喺2025年嘅8月1號正式生效。香港嘅優勢就係將新金融納入制度，而 A 股係冇呢啲嘢嘅，所以我有3個嘅問嘅系統，就係每次出手之前咧問你3件事，就係咪主線嚟，資金係咪承認，證據係咪過期。如果你個主線錯咗，你任何努力都係白費㗎啦。你冇資金，故事就係真係故事。如果過期嘅證據咧，都會俾你做錯決定，因為時代變得好快，你要揾到更啱嘅證據出嚟。所以呢個唔係口號嚟，係防止你再次亂買嘅決策嘅閘門嚟嘅。所以咧，我有2套嘅課程啦，咁解決咗2個問題。第一就係傳統嘅點金證手2026啦，咁睇主線、睇資金、睇板塊、睇龍頭、睇節奏、睇退出。咁穿越者投資論咧就係我教學嚟嘅一個長期嘅教學系統。未來嘅視覺、估值嘅翻譯、證據嘅審判、資金嘅傳導、企業嘅進化、能力嘅邊界。一套咧就係解決依家點樣打，一套咧就係解決未來點樣睇。咁咧你買嘅唔係影片啦，係一套可以跟住做嘅市場訓練。咁2026年嘅點金證手咧，佢嘅主線地圖係啲咩啦？市場資金嘅框架啲咩啦？板塊嘅龍頭嘅判斷啦，進出嘅節奏啦，風險嘅退出啦，呢啲實例嘅案例拆解啦。穿越者投資理論咧就係未來嘅視覺、估值嘅翻譯、證據嘅審判、資金嘅傳導、企業嘅進化、能力嘅邊界，而唔係話多幾條片咧，你會犯錯嘅機會咧就會越嚟越低。咁啊，2026咧係一個重新嘅開始啦。呢一次咧係用系統就唔係用運氣啦。如果你想實戰嘅，咁你就揀點金證手2026。咁你要喺個底層邏輯重建投資系統嘅，就揀呢個穿越者投資理論。咁你想一次嘅補齊咧，就2套一齊學，當係打法加長嘅系統。咁你買嘅就唔係影片啦，你買嘅係少一次亂追風口，少一次錯過主線，少一次死守錯誤，少一次靠感覺去做決定，多一套真正可以反覆使用嘅市場判斷系統。咁啦，我唔保證你學完一定賺錢嘅，但係我肯定咧，如果你繼續用舊嘅方法咧，你大概率咧會犯同一個錯誤噶啦。